在主耶稣的名里面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。主要在我们现在的状况当中，主很多人就被周围的环境带进到忧虑当中，被周围的疫情所影响，被我们的工作环境所影响，被我们的家庭环境所影响。主啊，就求你保守，使我们在以下的分享当中能够认出忧虑到底是什么，打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的去跟随耶稣，依靠耶稣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在我们现在的环境当中，加拿大昨天开始整个的边境都封了，然后呢，学校也不能上课，公司都不能工作，到商店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架子都已经空了，大家在抢食物。为什么呢？这一切都表现的是因为人们开始烦躁不安了，也因为这些新闻啊、媒体啊，长时间的这种宣传使我们更加不安。那我们就被这些事情搅扰，被这些事情击垮。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被这些事情击垮呢？我们看到现状是什么呢？现状是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有吃的，现状是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在比较好的情况下。为什么我们会焦虑呢？为什么我们会烦躁不安呢？我们会烦躁不安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忧虑，把我们前面的事情，明天的担心，把我们给整懵了。就是因为使我们为明天而忧虑。如果我失业了，我怎么办？如果我不能够按期支付我的房款，我怎么办？如果我不能按期支付我的保险金，我怎么办？如果我不能有定时的收入，我怎么办？那么这一些都成为我们的忧虑。我们都是基督徒，我们也时常去教会，自以为灵性很成熟。我们认为基督徒是不应该忧虑的，因为牧师按照圣经常常说上帝会看顾你们，你们相信牧师的话，也为此祷告。可是基督徒在现实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依然忧虑，我们也会忧虑。我们忧虑的情况是因为我们陷入了恐慌的特殊的情况当中。那我们忧虑的表现是什么呢？当一个人忧虑，我们怎么来认出我们自己是忧虑的？怎么来确定我们自己是忧虑的？那有些人说我不忧虑，有些人说我没有忧虑。但是不管你自己认不认为，我们现在有一个看看我们自己有一个衡量，我们是不是在忧郁？那我们是不是在恐慌？我最近接到很多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信息，就比较麻烦，就是好多的人过来，牧师啊，我现在我们公司不工作了，然后呢不能去办公室了，那么我如果没有工作了，我怎么办呢？你为我祷告。然后明天另外一个姊妹说，我的孩子幼儿园他们就是要放假了，在家里面，我这边还不确定我这边可不可以放假，我没有人看孩子怎么办？那边的忧虑说，牧师，我嗓子疼了，那个你为我祷告，我怎么办？另外一个是我的家人在办公室里面，别人都放假，他还在放假。另外一个告诉我，他的女儿在德国，大概是回不过来了。这一段因为这个加拿大边界封了。那么另外一个人就在找我说，我的女儿虽然在密西萨嘎离我不远，但是他说因为他的孩子在学校里面上学，刚刚
就是学校停了，所以呢，他希望半个月之内不要见我，所以这些情况都来找牧师为他们祷告，都是找到我为他们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发生了恐慌的特殊的情况。那么我们怎么来知道自己是不是忧虑了？我们怎么样来诊断自己是不是忧虑了？那么如果我们诊断自己是不是忧虑，有几个方法。一个方法，你的心有没有平安？你是否恐慌了？你是否不知所措了？第二点呢，就是说，在你的身体上，你会感觉到口干舌燥，在你的身体上，你可能会感觉到呼吸短促，你也可能会不由自主的流泪。那么对于另外一些人呢，忧虑是慢性的，是模糊的，是没有止境的恐惧，没有止境的害怕将来会发生什么，这一切都会摧毁我们。那第三种就是担心，他里面很担心，他没有平安，所以他的家人去到哪里，或他所爱的人，他所关心的人去到哪里的时候，他的心就跟着去到哪里。当你有以上这些症状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忧虑了。我们可能为我们的儿女忧虑，为在外面工作的亲人忧虑，为不能按时返家的亲人忧虑，为我们现在的环境忧虑。但是主说什么呢？主说在这个世界上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依靠神。我们未必作为一个基督徒不会忧虑，但是因为我们和其他非基督徒一样，生活在社会的各种压力情况下，我们虽然不知道你到底因为什么忧虑，别人不知道你因为什么忧虑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忧虑交给神。可是我们情不自禁，但是我们就是情不自禁的去担心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把我们的忧虑转变回成生命，属灵生命的成长。所以我们要认出我们自己身上是不是有这些忧虑。如果是有这些忧虑，那么认出以后，我们就把这些忧虑一样一样的交托给神，接着祷告，接着在神的面前和神的交通，求神给力量，将这一切都交托给主，将你的重担交给主，上帝就会负责。如果我们不交给主，我们自己老握着我们的重担，握着我们的问题，握着我们所有的，但是我们又解决不了，我们就没法享受基督里面的平安。只有在基督里面，凭着信，把你的环境，把你的问题，把你所忧虑的交给神，上帝必负责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是这样的软弱，我们是这样的没有信，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，求你将属天的信心赐给我们，使我们有力量，将我们的问题，将我们的需要交给主，将我们的所有的一切告诉主，上帝你必负责。我把所有听这个道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，在各种环境的弟兄姊妹，奉主耶稣的名都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赐恩保守看顾，奉主的名，阿们。